各位觀眾，我哋而家嚟到大埔香氣4日嘅鄉郊公廁，呢度嘅臭味，熱天嘅時候簡直係生化武器級別。究竟呢個公廁有幾恐怖？等我哋聽下村民嘅血淚控訴。夏天咁樣熱咧，你更加臭添。你睇到咁樣啊，去到廁所根本忍住走翻屋企，係咪邊度敢上去啫？幾乎作嘔啊！入到去嗰啲臭味咧，行過咧都非常之臭，冇人用噶。而家有時又冇水嘅。冇錯，呢個就係傳說中冇人敢用嘅公廁，冇水沖，冇人理，但臭味永流傳。今日咧，我哋特別請到大埔隱臭大師胡議員，帶大家直擊比鬼屋更恐怖嘅鄉郊臨時公廁。Hello， 大家好，我係大埔區議員胡卓謙。今日咧帶大家嚟到大埔，唔少鄉郊居民投訴咧，就話啲臨時公廁咧好臭，好難頂。所以今日咧，我就應新界主場嘅邀請啦，嚟到挑戰一下我哋鄉郊嘅臨時廁所。不過咧，今日天氣比較凍，相信呢個挑戰難度咧應該唔係好大。雖然今日得10度，但呢度嘅臭味已經突破溫度限制。胡議員今次並唔係普通嘅視察，而係冒住生命危險去做呢個實驗。挑戰咩咧？就喺臨時廁所入邊咧逗留30秒。好，我而家咧前面就有2個嘅臨時廁所，咁我而家準備咧就入呢個傷殘人士嘅臨時所接受挑戰啦。哇，大哥搞唔掂喎！真係，哇，真係好惡啃喎！係咪可以去個第二個啊？呢個真係唔掂喎！呢個一入去咧已經係。我諗逗留5秒你都想嘔啊！我而家試下第二個啊，冇30秒你唔好放我出嚟啊！呢個好少少，呢個但係咧都有啲阿摩尼亞喺度啊！我倒數啊，5、4、3、2、1，出去！真係頂唔順啊！頭先嗰個。連議員都頂唔順，普通市民又點算呢？好啦，啱啱咧帶大家去個感受下呢個鄉郊嘅臨時廁所啦。其實都唔臨時噶啦，已經咧存在咗超過7年以上啦，即係證明咧佢係有呢個需求啦。服務鄉郊嘅居民之外咧，其實特別喺我哋大埔呢度咧，有好多嘅旅遊景點附近咧，都係只係得呢啲臨時嘅廁所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政府可以全面咧去改善咧我哋鄉郊地區嘅廁所嘅服務嘅，唔好再臨時啦。希望咧有啲永久嘅公廁，希望食環署真係諗諗佢啦。7年時間足以令一個小朋友讀完小學，但係就唔足以解決一個臨時公廁嘅問題。今日胡議員嘅親身體驗，清楚揭示鄉郊居民長期面對嘅衛生困境，希望相關部門可以正視下呢個問題啦。